道团团长兼艺术总监李惠美。这厢有礼了，团长请。欢迎国家 A 级国武术裁判，台湾宋江镇地政会裁判林玉正裁判。欢迎，继续掌声欢迎国家 A 级民俗体育运动裁判中华民国艺术新传奖综合技艺类得主谢志忠裁判。欢迎，继续掌声欢迎明华园团长陈胜福团长。哦，明华园的团长，哦，我看看，赞，欢迎团长。继续掌声欢迎大会副裁判长，台湾第一位拥有博士候选人资格的镇头林